这一间是水上清真寺，在槟城的对岸本岛的这个地方 Butterworth 附近。槟城那间是白色的，最近的颜色也蛮好看。今天因为刚刚下过雨，天就是感觉比较灰一点。那你可以看到这右边这里啊，是一个港口，这个也是槟城港。那这边的就是本岛的槟城港，是运东西从这个地方运一整个货柜运到槟城那边，供应他们日常生活用品。所以要买东西的话，应该是在本岛比槟城还要更便宜的多，因为那边东西是靠运过去。所以我有感觉到他们蔬菜水果是价格是比较高一点。